皇兄深夜造访我昭王府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深夜打扰了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六皇帝能够通融一下。若没什么重要的事，明日上朝再说吧。我知道龙傲一在你这儿，我看他一眼就走。你找错地方了，龙姑娘不在我这。你何必瞒我？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送货的车夫说，你府上收留了一名受伤的年轻女子。是，我是收留了一名受伤的婢女，但不是龙傲一。你若再硬闯，别怪我顾不得兄弟情面。再说，如果你真的牵挂龙傲一，你为何要姻缘于杜小仙的婚约？如今你领着父皇的婚约，才又想起来，当真是多情。这是我和龙傲一之间的事情，这当中的误会，我见了他的面，自然会和他解释清楚的。误会？这能有什么误会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龙傲一在里面，你现在领着婚约又要去看他，你有没有想过会毁了2个女子的名声？这和撩动人身，对外伤势有弊。这种东西，我昭王府自然是不缺的。若没有别的事情，就先走吧，恕不远送。怎么样，秦太医？殿下，姑娘还是高烧不退呀。为何还是高烧不退啊？殿下不必过于担心，姑娘只是身体太过虚弱，才导致高烧不退的。秦太医，请您务必要把她治好。是。清凉。你醒了。昨晚你又发烧了，感觉好些吗？主子，我看昭王是明显不想让你见龙帮主。你已经熬了1宿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有什么情况，我立马告诉你。不行，眼下的状况未知，我还不能走。